新春快樂，恭喜發財！今日係大年初一，所以咧，我覺得我哋勢必點都要做一期出嚟，同大家見下面，一齊開心下。因為我哋月之一二全體同仁想祝福大家嘅心啊，簡直係拉都拉唔住啊！你唔好阻我，唔得，我一定要祝福大家，一定要祝大家新嘅一年馬到功成，馬上有錢，馬上靚，馬上索，馬上瘦，馬上腹肌，馬上鴻圖大展，馬上升職，馬上做老細，馬上自己寫。同埋我哋要再一次喺度多謝大家支持。不知不覺，我哋有大家嘅支持，又擁有多咗一年啦。有咁多位嘅播放、評論、收藏、點讚、轉發，有證明嘅朋友即係覺得，好似漏咗個關注，係啊，好多人唔關注我哋。但係唔緊要，冇關注嘅我照捉，唔係俾啲鬼佬知道，以為我哋捉唔起啊！但係真係認真同大家講句，多謝大家咁多年嚟嘅支持，我哋先至有動力可以繼續做落去。由開始到而家都幾廿秒啦，有好多朋友就喺度問緊一個問題：點解冇相信嘅今日？咁既然大家咁期待，我哋事不宜遲，即刻同大家一齊回顧一下過去一年我哋嘅精彩片段。去片。相信啊！最精彩感情戲。相信。相信。最精彩動作戲。相信啊！最精彩古裝戲。相信。最相信男主角郭家峰。最相信女主角文舊金。其實可能有好多朋友仔都會有啲疑惑，點解相信會成為我哋節目嘅 slogan？ 應該唔叫 slogan， 應該叫標誌性台詞。其實一開始佢嘅作用就係一個開場白，同喂食咗飯未係差唔多。因為佢喺我哋棟篤笑內容裏邊就係一個開頭嘅方式，係嘛？相信你應該聽過，相信你都見過，相信最近大家乜乜乜，相信你有睇過乜乜係嘛？所以就係咁嚟嘅。但係慢慢我哋發覺，相信呢個詞好似蘊含咗一個好大嘅能量喺度，因為做人相信好緊要。我哋信自己就會多啲勇氣，多啲自信；我哋信朋友就會多咗真摯嘅友情；我哋信未來，我哋就可以行得更遠。你相信今年會更好，今年一定會更好。好啦，嚟啦噃，差唔多啦，因為大家到元宵為止都有排食雞，咁我就唔餵咁多雞湯。最後，僅代表月之一二全體同仁祝福大家，相信大家新嘅一年一定會身體健康、平平安安。你依家個勢行嘅，我祝你前程似錦；而依家個勢麻麻嘅，我就祝你不勞而獲，坐享其成，無功受祿。下期見。最相信男主角郭家峰。嚟到個都唔鼓掌嘅，咁冇品嘅呢兩個，我鼓掌啊！最鼓掌！呢個真係可以俾你睇下，超級面嗰兩個你攞，你俾眼神啊，衝入！最相信男主角郭家峰。最相信女主角文舊金。